妹们平安。今天是新的一年第1周的主日呢，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是有福的人。这时候跟你旁边人说新年快乐。那我们要一起起立，在这个时间我们要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。再一次跟你旁边人说，对着他微笑说，新的一年我们要做新事。我们要带着喜乐的心，因为神说看哪，我们要做一件新事，我必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。我们一起唱这首歌，是做新事的神，我要向你唱新歌。
怎样的意向，怎样的方向，怎样的目
标、怎样的计划，我们都开口跟上帝求，跟上帝说。这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满心感谢你，谢谢主耶稣，在新的一年，让我们能够充满希望、充满盼望的要过这一年。从这一周开始，也让我们能够也带着喜乐的心生活，不管是在工作，或是家庭，在服侍，把我们所有的一切完全摆上给你。求主亲自来带领，给我们怎么样的命定跟计划，求主来圣灵来引领。全地都要渴望。
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弟兄姐妹，请坐。